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5，以赛亚书43章19节安尼讲：看，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胆得发现，恁敢毋知吗？我要伫曠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三个来祈祷，要伫曠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创造主，甲救赎主。你是对古早到现在，对永远到永远的全能至权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你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你的恩典日日换新。主啊，愿要拍摆伫你的面前，敬拜甲称颂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面对生活中济的艰难，阮的生命亲像伫旷野来失去信心，亲像伫沙漠来失去盼望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只看环境，较袂记你仰望你，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恢复阮对你的信心，因为你是为阮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